有了提供的资讯，这个是影片里面好多都是那个什么，可能心肌梗塞倒地的，注意健康，注意健康了，提醒注意健康了，提醒注意健康。如果心肌梗塞要赶快按哪里哦？平常要拍左手，左额手肘的窝那个弯曲的地方，拍到手肘的弯曲的地方，那个左额可以帮助心脏的，不要过度劳累啊，含了葡萄干帮助补充气血，含葡萄干帮助补充气血。这个是自行车那种单车，可能是太累了，骑得太远了，消耗能量太大了，一去不来就倒了，那个也是心肌梗塞，要含葡萄干了。感觉到累了，呼吸困难就要休息，要吃葡萄干补充能量，葡萄干快速补充能量，帮助脑部回心肺功能，帮助心肺功能。补充能量就呼吸就会增强，心肺功能增强。平常可以打左手吗？手肘窝就是弯曲那个地方拍打。